再来看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市，当地时间礼拜下晡发生汽油弹攻击事件，有来支持以色列人质的民众受伤哦，这嫌犯已经领到了。FBI 是认定讲这是一件恐怖攻击。另外，哈马斯嘛指控讲以色列军队总伫南部拉法攻击发物资的所在，造成至少31个人死亡，有将近170个人受伤。也毋过，以色列国防军是否认。 平静拜日下晡的过路人步道，雄雄车做疯狂的攻击现场，真侪民众叽叽叫，唔知要安怎，因为因的亲友都遭到汽油弹攻击，真侪人严重受伤，倒伫涂骹。受害者是一批支持以色列人质的群众，因平常时拢固定到科罗拉多州博尔德这个国务中心集会，想要到竟然拄到汽油弹攻击。犯案的时阵，攻击者搁大喊解放巴勒斯坦。 This was a beautiful Sunday afternoon in downtown Boulder on Pearl Street, and this act is unacceptable. 真嫌犯已经当场被抓，不过警方并无公布伊的身份。Our officers immediately encountered that suspect, who was taken into custody without incident. That suspect, who I'm not able to ID at this time, was taken to the hospital with some minor injuries as well.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第一时间已经将这摆攻击定调做有针对性的恐怖攻击。美国最近反犹太暴力事件增加真多，天国月2日，华府才多发生犹太博物馆2个以色列大使馆员工遭到杀害代志。嫌犯作案的时阵，共翻译大话解放巴勒斯坦。 无差别攻击共款出现伫加沙南部的拉法基亚路，根据哈马斯指控，大量死伤都发生伫当地一个救援物资发放地点，死者地面上大部分伫头部甲胸坎，正做屠宰场。另外，到底是啥人开的枪？现场民众甲医护人员拢指控是以色列国防军甲因的战车。 سمع بيروحوا بيجيبوا اكل وشرب لاولادهم، اولادهم ماتوا جوع، قال بدي اروح يا اختي راح، جوز اختي راح خلى اولاده 3 وراه، 3 صغار، واحد لسه بيرضع، 9 شهور عمره. 造成造成严重死伤，不过以色列国防军否认开火，表示敢若对抗放枪。这个由美西两国共同设立的物资发放地点加沙人道基金会运作完全涉过联合国，被质疑无符合人道标准，将其灭死。另外，根据路透社报道，总部设立的美国加沙人道基金会讲，当地无发生任何冲突，甚至无死伤。公视新闻，洪如梅报道。